狗了，阻止阿嬷拿菜刀要割了，要杀那个鸡啊。狗都是这么有灵性啊，这么有爱心啊。Don't kill it, don't kill it， 不要杀了鸡，也不要杀了它，不要杀了鸡，不要杀鸡啊！你看那个狗的有前脚，还按住那个阿嬷的手，还吼呢，哦哟，哦还这样，你看双手拜拜那个姿势，你看，哦，那狗那么有灵性呢。后来阿嬷就把鸡给放走了。哎呀，狗都很有灵性。畜生有的都是那个人做错事去投胎转世的人，不要跟众生结恶缘，不要